Hi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中華國標 channel。咁今個月咧就有啲北京款嘅特別標款，同埋一啲特別優惠咧，就介紹俾大家嘅。咁由即日開始咧，去到12月嘅31號咧，我哋都有多款嘅北京經典嘅陀飛輪手錶優惠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多詳情嘅話咧，繼續睇埋落去啦。咁啊由即日開始，我哋都會有一連串嘅影片咧，同大家慢慢去介紹下關於呢啲優惠嘅款式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打頭陣嘅咧就係有呢一個前鋒系列嘅城池主題陀飛輪。城池係中國古代軍事防禦嘅建築。咁我哋只要留心再睇下呢隻手錶嘅設計，就會發現北京錶將城池元素咧就巧妙咁混合其中。咁而錶殼嘅造型咧就係參照咗城池嘅兩層結構，而錶殼嘅直徑咧就係42.5mm，厚度咧就係11.2mm。咁而最盞鬼就係呢一個錶殼同埋錶帶嘅接駁位咧，就暗藏咗天安門嘅圖案。咁手錶好多處都加入咗呢一個北京錶嘅代表色，就係紅色。咁而包括咗呢一個時分針、牛皮錶帶嘅背面同埋縫線咧，都係以紅色為主。嗱，咁而將呢一隻手錶再平放，側側地望過去咧，我哋仲會見到呢一個錶殼暗藏住紅色嘅細節。而功能方面，手錶配搭咗北京自主研發嘅 TB012N 嘅飛行陀飛輪機芯。咁而機芯咧就係以手動上鏈，用咗無卡度游絲。最標誌性嘅就係6點位置呢一個靈驗嘅造型陀飛輪，錶面咧就係用咗呢一個噴砂嘅處理，而線條刻度咧就非常之簡潔。喺12點至2點位置咧，仲有呢一個 Power Reserve 嘅動力儲存盤。咁而呢一款咧就係灰黑色，限量版咧就係99隻。咁而北京錶隔咗幾年咧，再推出咗第二代嘅城池主題，延續系列嘅潛藏風格，咁功能再度升級。咁搭載咗一個自家研發嘅 TB012DN 嘅機芯，同樣都係手動上鏈，用咗無卡度游絲。除咗有 Power Reserve 功能之外咧，7點與10點位置咧就多咗日曆顯示。咁而第二代就用咗低調嘅黑色，配翻紅色或者係玫瑰金色。而每一隻款嘅限量版咧就係99隻。咁講到價錢方面啦，前鋒系列嘅城池主題咧，第一代就係原價26,800蚊，咁而優惠價咧就係16,800蚊。咁而第二代嘅原價咧就係29,800蚊，咁而優惠價咧就係18,800蚊。咁唔知道大家中意第一代啊，定係中意第二代比較多呢？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不妨嚟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標國潮嘅門市度參觀下，試戴上手，詢問下更多嘅詳情。好啦，咁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啦，拜。